前面就是商业坊，商业坊啊，有名兄，那商业坊中可有一位生意上绝，名草金花的家人，名唤何小妞。什么？列兄曾是那小妞？非也非也。人此番进京，为的是博取功名。如今发榜在即，先生太罢，怎可出入这生死之中，越民生？哎，夏卿兄，此言差矣。以小弟看，这正是请孤兵迎去，知意难拒。说得好，此故也是风流马。夜里夏卿不娶我老财，陪你去。这还说，哎。你与他只有私中成交，夜里这也是因缘，说不定就在此两小有为你。对，哎，谁呀？哎呀，夜里，哎呀，快对，哎，师兄，师傅的，来，哎，夜里对。
前面三位书生好不潇洒，跟挥鞭上前，也是哪个秀才有门来？你是谁家少年，尽管四处无道，快通报姓名，好叫你爹娘管教。嗨，岂不问有来才有往，既是你先发话，就给你先报上名来。好，在下龙溪秀才李爷爷。什么？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十郎啊？大名了，我的名字啊，说不定还要与你难分难杀你。你这武力广盛，真是莫名其妙啊！蔡兄，蔡兄，蔡兄！里风东风，你是故人来。哎呀，小弟快来！只是报恩千千年来是情话，倒不是你不用罗情去蒙他。可你小嘴巴都翘到我头上了，好不念了，走吧，走了。
这样文山，听说那西施的离着啦，此番也来上问观看，谁能有缘相见，当面领奖，那该有多好啊！那也不一定好，此话怎讲？你想，那李子郎确实是位多情公子，还是个迂腐老的，你还不知道呢？迂腐老的这样，多情少女有谁呀？啥是个老的？这骗我丫头，生他出滚的，他是位多情公子嘛？怎么样？那是文佩小姐，这个是一郎君了。切，是丫头，可你有大有为了。哎呀，小弟，小弟，小弟，龙溪秀在李义。那，小生明天在此，恭请小姐过目。你就是李长老，方才无些小姐晚上，想请公子一面。晚上。哎呀，小弟，你平日里想他念他亲他摸他，怎么人到了眼前，反倒不是一句话了？晚上这周末鬼鬼是吵架呀，岂是说话的地方？那我不请公子为接受啊？岂不闻读书之人，功名为重，一入囚房，岂不有违他的名声啊？不，这倒无法，这倒无法。谢谢。
原来是一只织女夜叉，丢在这红梅树下。织叉，红梅，红梅织叉。哎呀，莫非小姐她有心？是吗？哦，一个谁他有意，一个问他有情哦。本无伤，腾龙当先赛马郎，今日从礼部稍微同往，新登学的我13回。女儿，今天你为什么这样高兴啊？弟弟，你今日为什么也这样高兴啊？你先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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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哦，为吾先讲，为吾先讲。这在去往礼部武当，不为儿想成为上子当领方，昔闻清苦的亏身，自以为离去家舍的少年郎，为民礼部下于人，终今日皆须
女先被我太我当，既可以八方才子聚一面，又可以当面离婚遭东堂，这真是啊情在了的显得远，成龙叫选他当元郎常远，女儿不嫁。哦，你连当元郎都不嫁，那你究竟要嫁怎样的人啊？哼，我呀，我要他我最真心见关羽，我要他暖儿气给真心情，我要他人长风才是人品，事事无忌必看成。这样的人你找到了？找到了。在哪里呀？哪？为的是心心密密不见他，情牵一扎念着他，朝思暮想还他。如今我一见钟情找到他，再不能像风儿莺儿放飞他。弟弟呀，心愿情愿立即他，我要你10万呼气呼气声。只听你说他，我问你，他是谁？谁是他？哦，弟弟，他姓李，名叶，是君女，是大名鼎鼎龙须才子李十郎。李十郎，李宫女。龙须才子李爷，哎呀，弟弟你，想不到不幸而行一条心，一中郎见你是一公神人，这真是美满良缘敲钟了，今日身上儿啊，别说的那个张元郎就是你说的那个他哦。小郎中张元郎。儿啊，你来看。叶切也名上元龙须才子李爷。弟弟是他，孤算是他。弟弟，
太尉，门外有一龙西在此求见。啊，弟弟，他来了，他来了！好好好，快快有请，快快有请！谁出礼品开豪门，按照关键传大信。若生礼仪，哎呀，孤孙子礼仪啊！哈哈哈！好好好，请坐，请坐。多谢太尉。我被卡人，我被卡人了！又是你趟塔里穿哦，起来，起来！哈哈哈哈哈哈！就问谁之大名，今日来访，今日来访，乃奉家父之命。哦，领真大人乃是家父的表弟的舅兄，乃当年太尉麾下传军。是此时来，你我两家本来求援。是啊，所以家父要我登门，一来拜候太尉，二来嘛，想问问金库取日。哈哈哈哈！金库取日，恭喜你得中头名状元。我中状元啊！太尉，这不会弄错吗？错不了，错不了。哎呀，这莫非是苍天保佑？苍天保佑，足了，他不知名字了。苍天保佑！你究竟是谁？我嘛，乃辛苦长远为下卿。大胆！你既然为下卿，应我冒名礼业。我没有冒名礼业啊！放在你进门，就是称有胜礼遇。哎呀，我一进门就是有胜礼遇保证，太尉听错了。不行，请快明天再次。太尉，小犬为下卿。哎呀，是老夫我为困明天，差点误了儿的终身啊！太尉，我是辛苦长远，辛苦长远，那是龙溪在之礼也。你为下卿嘛，榜上无名。师兄告终长进吧，东厂路怕为故乡。慢，与礼也那是东厂，东厂十年，惊动谁走？至此老夫倒有一事相托。为太尉要劳，有生愿赴汤蹈火。好，老夫爱惜应在，又找那礼乐为须，你基于礼东厂，想请你做个言人的美偶，你应是不应啊！想你也已互相有一见钟情，我咋做了这个美妻妃呀？我这个妹子是做上了，该是郎是锦上添花，对我下去，这是这次逢生，这一肩上吊，何乐不为？本太尉，这个严惩他们，下请当成不娘。好，此人之恶应当重赏，送上倒不管的，这是有生之君帮他覆灭。这个好吧，老夫就去给你买一个圣经。
怎么又是此话了啊？王生公子去家里，从来不在亲眼里。我与你一见钟情，心外散，是心有灵犀，心有空中是你。因此你才差一场的情谊，我也是这才还才我儿媳。今天见真心可贵，只因心。愿你我生教子寂寞相依。黄尘我同我瓦上心思里，
换作彩头上飞燕，彩在身在心永恒，做一对相依相伴同命娘。不行！小姐公子。我与你家小姐以资财为证，结为夫妻。从今以后，你对我的称呼也要改一改才是哦。是该改一改才是。恭喜姑爷，贺喜姑爷。晚上，快去准备花烛酒宴。小姐去年都备好了，你要花烛做什么啊？晚上是日。这个美茶嘛，还送进我落地之身老菜吧。蔡兄，你是何时进来的？我妈早就来了，这是我料定的山高山大，有连温水乡，故而我只好等在外乡，此时不管进来报喜哦。报喜。蔡兄，这喜从何来？龙溪立业得中第一名进士，预备钦定长远确定。啊，爷爷，恭喜三人啊！蔡兄，哪里呢？我们今后不中，吃得下课，下课嘛。蔡兄，快请上座，来小鸟亲自下旨，你们兄弟同饮几杯。弟妹，蔡兄，君看着这花烛喜脉，愚兄有句不中听的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蔡兄有话，尽说无妨。相从古以来，大丈夫一种建议，长夜生纪念；女儿家一岁争吵，既也生永寿。
我看那小妞却非寻常女子，你可要爱花惜花，更要无花哦。多谢才兄今日良言啊！向十郎既是真心愿做无花之身，是当终身不忘摘花之堂啊！归见永哭救儿媳，好一个归见永哭救儿媳，这才是我的好眼力呀！师兄，来！哎呀，师兄，你怎么晚在这里？你不有令这种金子的，你就先去太尉府拜客。师兄，夸随我走吧。不，愚兄我去不得呀！去不得也要去。师兄，太尉还有件要紧事要去告师兄呢。这要紧也比不得我今日听亲要紧啊！是啊。哎呀，爷爷，你没有看见这西的花座吗？李郎，我一杯好酒意。好，来，我们请二位仁兄同饮善终啊！哎呀，你为冷着什么？还不快去拜过新嫂嫂？哎呀，去呀！弟弟，快请上座啊！为派明天上高阶，我郎天香郎开。我为公子来了，快请他位小姐正在堂上等着你。少儿，堂上坐着的那位千金，难道是有着你家叶云小姐？正是。奇怪。这位叶云小姐怎么与何小月长得日子相像？太尉，太尉，下卿，弟亲自办的时候，有生受命弟亲，不想你也进一口为情。为的亲事早晚罢了，他不该口出狂言，轻浮小姐呀！怎么了？你的忠心啊，听我的亲大对呀，说什么将门之女多满，还金瓜问金上，扛着他40万公与大道。好啊，李想不到你竟是此狂妄无礼之大，我一定要好好的教训你。来啊，当到礼部衙门。太尉，太尉。请问他
何传君？害得我金榜题名才三朝，求钱大漠千里云，害得我才见连理苍凉怪不真回家一起去死想不到10年欢唱为光荣民才得公心欢这真是素在不知官场险，苏三毕竟太天真，太天真。李川进太尉，李长远不，李川军当当不照面，马上来相见。我问你，只有悔无悔？李业做事从来32应，无需有悔，可此去所必遥遥千里。这番长官遥遥无期，你可要三思啊！这三思，派我李业所必，本就为谁不利，恨书生无有为天之力，想了又有何用啊？不，你想仔细了，说不定上有转机呀！转机？哎，好运不逢该日忙，反而赢在风儿放。只要你从此不再恋秋园，留人长安。张可玩，只要你自我临在人我意，想助你日上云霄也不能
人高有子我强面，恳请太尉休回南。李爷，李爷，我实话告诉你，这非老夫也是一个爱财惜财之人，像你这样不识时务的书生，我连一句话都不要与你多讲。只是小女言语，莫你在话，爱你生平，对你忠情至此，我在亲自前来拦马相见。对你尽最后一言，你就是快着老夫不顾老脸当面恳请，难道你也无动于衷，也走了之吧？难得鲁父亲近心生异送，这是杀郎以心有所托，万难罪给初衷，恳请太尉与小姐见谅。李爷呀，李爷！难道在你眼里，一个贼毛上街的堂堂千金，真的不及一个却放孤女吗？请是杀郎宽重心意，亲人门第，不怕今日一杯勇囊相见，甚至动情丝着同愿。你结果才正。
会找夏青玉兄来治疗。小弟能见到蔡兄就好。蔡兄不知想请他，想请他新任长恩知府，实是公务繁忙，不来送迎了。好，不送也好。哼，我看他是没有脸来见你了。蔡兄，娘子，蔡兄外在不女家境贫寒，杀郎之后，还望娘子多加关照。你岁出万算，送兄晚下。不，愚兄暂时不想为龙西凉，却是为何？我想留在长安早了弟妹，直至夜弟弟平安归来。蔡兄，请随我们夫妻一把。哎呀，夜弟姐妹快快请起呀！李川军。陆太尉命我将率领300人马护送川军，请你即刻启程。哎呀，爷爷姐妹，你们有话就快讲嘛！皇上，风雨千万女，有时一难哦，一难哦。这飞机愿当娘子为我送门子，娘子，我一清楚，也清楚。
怀里娘子生，但愿他有情连累报应。时日不早，请李川军即刻启程。总有陈丹青早晚途经死，对令非结烟云女，又连立业单相思，3年情而不作家，真以他天生有病，似花痴，似花痴。答应是人恨，家官在上司。来呀，当到深夜房。家父爷，他正要伪装让我，可他身上衣衫单薄，冻得浑身当作小姐，这都是相父爷想出来的。皇上，快将李郎的名义去拿来，我要赶紧为他奉旨好了。哎呀，小弟，你年年奉寒衣，又有何用啊？有用的，你快去拿呀！
头风，为什么才兄奔波金刚殿，四次多女人面孔，为什么为救色郎把边容好情家子心无用，看起来愿为辈儿长先兄安中定于谁插风，莫不是十郎才家造成绩，莫不是国瑞流入司难用，莫不是饥饿之人配安爽，莫不是病死得有生虫。我心十郎生自身，生自今生须从容，终生是离了年去对不得，落花流水难再红，听见我千千佛名是朝路，这是为也在自人等郎君小心。皇上，蔡兄已有多日未见，你快去领粮，先去通往。小姐，你看，当年张金张明的水手，此去只剩去村清洁了，拿什么去吞王呀？晚上，稍到草上，稍些早。是蔡相公来了，蔡兄，弟妹，啊，这是我山上采来的草药，那这是黄芪，这是当归。晚上快进爷，这里小心补补身子吧。哎呀，蔡相公，啊，你的衣服怎么都被撕烂了？嘿，生啊之物不足为道，快去吧。蔡兄为我如此操心，小女说是感激不尽。哎呀，弟妹是哪里话嘞？想我蔡永明这几年若不是你弟妹又有相机，只怕我早就东吴长街做游魂也归了。蔡兄是哪里话嘞？小女说蔡兄虚我冷落，只怕这秋王门前的野草早就长到我眼上了。蔡兄，快请坐。哎，请。蔡兄，快将这衣裳换了。不，这是十郎的名义，不可啊。哎呀，蔡相公，我家小姐一片好心，你就不必太自了。这是小姐为姑爷做的棉衣呀，已经放置好几件了。
此次用命归零了。蔡兄啊，蔡兄，蔡相公，你怎么了？你怎么了，蔡兄？晚上，小姐，今天早上只烧了2碗米粥，早日。蔡兄啊，这里我有几寸青钱，你先拿回去安排做吧。我弟妹，有没今日不是为打扮而来？蔡兄，莫非有什么为难之事吗？我难以启齿。哎，蔡兄与十郎乃有兄弟之义，有往凡事无妨。这弟妹，弟妹。你我才三朝七日堂前在，待弟妹关照不多半天来，等到长平南昌府是这样常年也归因此我就兴起了有情长陪家呀几多年一口没生去死里而后蔡兄要借多少分银？用你请教过山上衙农，实质上也有300两啊！300两，他更是狮子大开口了啊！小姐，再有为难，用命救得勉强，我另想办法嘛。实不敬畏，请将这只牛菜拿去卖了。不，这是十郎与你的天命之道，你买不得，你买不得呀！太兄，真是看苦道上哎，人生无力请天为，懂得那文金婆娘贵在真，
真结情真才贵。全国民情不安要，幸福面前是经常，金弟妹穿透曾经苦中熬，来了兄为10月这老尼姑将这紫菜来了，再将剩不了银子给他送去。小弟，我曾听老尼姑说过，这个紫菜至少要值1千两银子，随时要买，只怕一般人家也买不起呀。哎，你告诉老尼姑，随时新娘一给价钱，也要舍不将她买了，快去吧。哎呀，谁呀？晚上姑娘。啊，原来是升了官得了财的魏公子魏大生，你怎么有空到我们这种地方来呀？天意安排，天如你家
毛贼。你这是何意？何意？你手中这紫茶，只有我才能替你找个好买主啊！这个紫茶用不用让你做风筝？我要整个小弟才是。万问什么？像我与你家姑爷没有同乡同场同空之意，看在你家小弟有借用，我能不帮这个忙吗？这话对你说，方才你们讲的话我都听见了。这是紫茶吗？我就这1000两买下了。1000两？受是郎回来，需要1块元加税。1块元加税？怎么样？我这样做，各朋友较劲了吧？这较劲具体时候啊，我要等着一水桥先，一水桥后。看不这小丫头玩真机灵。好，喏，这是2张500两的银票，这下总该放心了吧？来了个好价钱，快报与小弟知他好啊！小弟，小弟。西征阳关屯长陵，从此夜夜明月照心事，思乡思女
为夫人，可是山在平原，体力沉，谁还相思谁去？最担心娘子查证千用，落场红泪成小手，最牵挂红飞燕去小戏团，魂牵梦萦他平安飞。愿只愿真心不怕赛河远，天暖地薄两相随，盼只盼正官登前瓦前门，老爷登地到尽头，老爷分别到尽头，此情我目的梦调会长安，不知是心万事神郎有心匆匆在当下，不与我一人忍心逃，双眼酸泪花，不曾用心上这关愁，凉了我也凉了他，人生拼人中华，与哪一点哪一大配不上
传此意，明得乘风绿上归。元年一天自怜能将他心地坚定来用光。
的。娘子，看你这身打扮，你已经要为骑马了。娘子，你怎么知道我要为雷的？哎呀，娘子，你怎么一句话不行？李传君，怎么？难道你不是小友？他真的不是小友，他真的不是小友。那你是谁？你是谁？你头上的紫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传君，你先不要着急，你且仔细看看苦完神等我嘛。原来就是那武力广盛白衣少年。那白衣少年就是我还是陆太尉之女叶玉小姐。我真的搞不懂李传君。匆匆杨梅生梅离了香，先进几子菜，老弟弟将出姻缘谁不给？因我身宽君去也无奈。3年之中才有回，有心事情真为。难得他1年未把初中改，2年未将秋放开，3年平平万间手，几万交臂苦中原以为小有竞争宽进退，我真想得成必在把车退。谁知小王同从今终须嫁他终于没了姿态领导比你心不，这些题都不是真的，都不是真的啦！这些话都是你们别来骗我的，骗我的啦！你请我小友，你在哪里？小友，你在哪里？不要这样，小友，不要，小友。算了，看着你死死背痛，我也总不愿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可是今他不计前门，不念究竟，弃了新闻，假了素贞，上上渐渐，渐渐上上，只有这姿态未平，姿态未生着动情，死着同月的满是泪，你难道真的忘了吗？生
身非为哪关？自才许在离散随安3年的见你是为我也是口中欢笑自等待，总以为你是越过秉性一姊妹，定然为顶风冒险人成贵，总以为火烧不怕真金子，刀砍不断长流水，谁料想我他们飞渡也归来，你却一人一把去烧毁，到如今才为团是心的李传君，事已至此，不必伤悲。像那何小女本是俏长女子，你亦何必为那段资财情缘负了一生见证？众人杀到真生子，生死风波一言无奈。叹世人错也难量将黑心，不心愿喷彩一世，寻心别此也两三郎，杨延云虽贵为太尉之女，可是有生母早亡，却爱少痛。父亲虽对我百依百顺，可女儿家的心事，他又能理解几分？几年来，有多少官家子弟求亲上门，可燕云恰从无一个实言上心。必有与你并重邂逅，我在有生以来第一次动了真心。只因为知道你心中依然有他，我才把后一样的真情苦苦压下，怀着一丝希望，苦足3年，等着你，也等着他。事情是他父亲父你离你而去，我在全的地调，你为请我在一马请进引人300里亲自关来迎亲。李公子啊，李公子，这些你难道真的还不明白？还你可亲吗？
也在世，啥是可怜？那小女才真是可怜。三郎，我求求你从今夜谁不要你小女了？不不不，心口不语，非我所为。我如今最想的是小女，最不放心的也是小女。三郎，小姐，看在你对我的情分，我也求你。求你撒话告诉我，小女她现在究竟在哪里？小女心下的丈夫心上明在，他对小女可好了？你不要问了，这些我真的不知道。不知道？那你怎么知道小女她？他的子女才爹妹结了韦夏亲，他已经别家的消息也是由韦夏亲传来的。韦夏亲，又是他。他是经一生私品道的。哼，曾文章从来不知假面目专情奉诏，凭他的身份知道，此人之言不足为信。那是个小女真的问于你？啥是小女问我，我也就不问他。小姐，请小姐千万不要再来逼我。小姐，公卿传君千位长哦，那韦夏卿传来之言，苦心与否，便言云大明真相，死于万倍。死于万倍。小姐她刚刚睡着。哎呀，我有急事要找他呀。我也其实要找你。近来小姐病方好，才知晓病母在要摸到，昨夜三更门外响，苍天哥把一少年来举要掉，他知道只要小姐一声诺，原先3两黄金来上交，他不是小姐临终真气高，真不知他还要是我来洗脑。真是岂有此理！还有你方才晚上起了个早，正月将子宫去举高，才知晓他们没出蹊跷，门梦中一分红地金光耀。我也大多有水道一问，怎么两份红体一模一样？对不快来。李十郎归长安招贼罗夫，也有女得资财归中上路。太尉府今夜晚同往花烛，问小女管不管前来恭候。呀，这就蹊跷了。两份红帖不但笔迹相同，而且前3句字字不差，只有这第4句稍有不同。我不懂。你看，你这文字问小女管不管前来恭候，我这文字请崔兄陪小女同来恭候。这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家小姐她是何人得了？哎呀，这等我把请帖烧了。慢，我倒要治了这份请帖，岂为因为这个违心的利益的啦？太兄，弟妹，小女与你一同前往。弟妹，
我相信三郎，始终相信我自己。我到陆府为的是束缚。当年金边三郎去关外的是陆府，此今当然要招在三郎的又是陆府，这其中未必人情之意，岂比刀若设计了吗？哎呀，弟妹不瞒你说，那陆府3年前就叫为下卿姊妹去强别招亲之意，当初三郎孜孜不动，只有那北边撤官之事哦。唉，既有这段情缘，蔡兄，那我们更应是贴心哇！哎呀，你个无依无靠的傻女子，你们放心，傻女子人人得了。哈，弟妹有此胆色，我才用命保家昌西的风风在国在苏不是。多谢蔡兄，弟妹。红烛摇在灯里，歌呀齐说。新大理在而已，落落如草，金北当你也肯重情断缘千金你必胜大理，他的是地道人不越难圆。太尉，下卿今日有一日相救，何事？相和小女虽谋了你也，可你也事过境中。小姐要我立即安排摆当人情，我怕这个丸子钻得太急了你。什么急了慢了？你不是说一切都包在你的身上吗？哎，包，就是为了这个包，我才想求你太尉容许我借用一下您老的堂位。这是摆当，又不是升当，何用堂位呀？有了太尉的堂位，你也就不管不安分，只要摆过当收拾公房，生意自人所办，就不怕你也再搞什么名堂了。太尉，今天这个暑假可不能不足啊！好吧，事已至此，一切你都看着吧。多谢太尉。慢，再有差错，拿你自问。来呀，国家机密，我新郎侧当。你们有个放肆，哼，真是岂有此理！会上我论尽所望，目的有别做新郎，生定机关主算情，让我随我万岁梦想。李三郎，还在了东堂中下众苦尽，苦愧不幸，再把两眼睛，如他为曾意选你做成阿龙，你若怕上月有节正好把神经，何况小有一个家，你成长去心啊人，切莫要盯着这句不自重，放上我毛不绝情。
给家，这是你心口此话。不，这是千头万确，绝无欺诈。既无欺诈，那你为何不许我去生一房？既无欺诈，你又为何将我这个新郎当着酒玩？想的都是为你好嘛，为我好。说什么若怕上元真精神，说什么顺理成章做新郎。你可知从来修在写文章，是9分做人，1分作文，古今一样。我理一君子实事不设想，行义不假自问量。一副傲骨铁铮铮，绝不为柔心一气上天亮。你没有求永居心间，早摆下我命说理不分长，是非黑别心不傲，小人得志变猖狂。在当上你家是辈，手段冷藏，骨子里为势力，没不鸳鸯。莫怪你金当谋，碰得震天下，我问你，究竟还有几分神秘？你天亮不要吵！李存君，李长远，事到今天这个地步，也怪老夫做事有所不周。不过老夫毕竟是民众造业的当当太尉，今天就算请你帮一次忙，你也给进我下得了台吧。太尉，向着茫茫中原，地灵神境，官府千金，何罪找不到知音？哎呀，可他非你利益不讲，我有什么办法？不愧英明小姐，不讲是个不通情理之身。那你自己去问他。是吗？今的之日，看来只有小姐说了算了。来啊，有请烟云小姐。小姐，烟云小姐，小姐呀，这世上将有的寡而不迭，将那的夫君不亲，这我想小姐心中早已明白。就小姐高抬贵手，曾经我与小女吧。快，小姐根本不理他这一套，真是个书呆子。哎呀，直到今天这个地步，你倒是什么呀？快，把小姐气成这个样子！太贵了，一不做二不休，坏党！莫非是和小女来了？他被我轰了出去，来不及了，已经进来了。我不拦着他，他是有龙夫亲天，我不管拦他。什么？是叶云的笔记？哎呀，这都乱套了啊！太尉放心，一个缺房宫女下去自有办法对付。来啊，混当时候！
小女以四堂太尉府，该当何罪？此片儿心因有而来，何才自由？哼，一个低贱妇女藏着豪门，你不觉得寒碜？幸福上门，堂堂正正，何为寒碜？哎呀，他怎么长得与我云儿如此相样啊？你私吞幸福，谁是你的丈夫？龙喜李二郎，何人为媒？何方为真？猜兄为媒，子猜为真。既有子猜为真，拿来验证。他已穷困，以弟妹敬你。哈哈哈哈哈哈！何小女，你既卖了性物，就等于泄了原本，所以你那三郎抛弃了你，倒在卢府，这不是很公平的买卖吗？三郎是个知人君子，他不会做这种买卖。何小女，你凭什么此时坚信李三郎不会将你抛弃？平三郎与我心心相印，有学识为门。哼，纵有学识为门，也难保他不在风雨当中蒙障作戏吧？是啊，他是真的问我，也是比当面说情，非是小女自私不信。哎呀，他的犟鼻气倒真不亚于我云儿啊！何小女，难得你真经不假，平毛朝廷，老夫我有一生一笔家产了掐事情，你看如何啊？大伯一妹当媳
心上。人穷毛苦子儿铁手呀，人生平更生赢三分天。不义委屈小女头难找，这真是啊，情也难来，太也难杀我，无人再饶过。李子我小女，只怕你奸了杀郎，他也不会相承于你呀。只要李爷当面说清，何小女不再示弱，立即下堂。这是李爷吃罪了。那只有请燕小姐上堂。他上堂有何用啊？我是有话要对他说说。太尉，让他经过小姐死困不知，立即滚蛋，于无不可。好吧，有请燕云小姐。儿啊，是你写下书信，请来了却放孤女或小女，如今他要与你争夺丈夫，你困是何辞之啊？小弟现在就听你一句话了，你快说话呀！好，三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多吃了几杯酒，我怎么醉上了？小姐命我办的事还没有办好呢。小弟帮你何事？小姐命我蒙起红盖头，扮成新娘，行行正直，等我小姐一上当，就把这一纸书信赠送给大家。喏，这第一封信是给花小姐的。文静妇女真无家，上有红绳二月花。依云不是无人女，万你小女就是家。蔡兄，你可爷，这第二封信是小姐留给你的。哦，好呀。一卷将混男混爱，人间只有真情者。人间小女为杰者，整个国女好下台。哎呀，让我称她做女儿，但是啊，我明着宾客的请帖已经发出，我咋不认她做女儿？这又叫我自我下得了台呀！太尉，下去。或小女，难得你与我云儿长得如此像样，老夫我有意认你做女儿，再将你许于十郎，你看是何啊？这里还有一封信里。哦，这第三封信是小姐留给李十郎、李公子的。好，有请李上元，有请李上元。小女死了，小女死了，小女，你算是我的小女，真是为妻奉心，红丝茶是小姐留给你的。
君一段缘，胜过10年数。生生之力行为会，这面春光自有春。